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万年的囡仔呀，囡仔姊，来，今日哦，咱要做伙来提宝藏。恁平常是教咧讲台语？有啊，等一下好啊表现哦，就要收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问神，打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囡仔兄，囡仔姊，队长大家好！队长，你敢知影我想着吼，这个大人啊，拢常常因为囡仔兄、囡仔姊是这个小朋友的身份，就来限制因哦，袂当做一寡代志。我要问今仔日来这探险的队员，你若是有一天变做大人，你第一件想要做的代志是啥物代志？开车，赛车。我想要较我困你想要看我困哦？是安怎？你平常时拢几点困，10点。10点就晚的啊啦。我想要家己出去耍。出去耍，啊！你想要去倒位耍？我想要家己出国。哦，家己出国哇，就勇敢的哦。我想要变成舞蹈老师。提出你勇敢的精神，来到新店哦，绝对袂互恁失望，因为来这会当耍游戏、讲台语，会当摕到宝藏，真欢喜，对不对？今麦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高兴青衣仔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来，欢迎的小朋友，来，咱先徛咧遮。汉信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我即马哦，伫看天上算日子，看嘛倒一天是好日。我感觉今仔日是好日，是安怎？就是感觉。有当下是算出来的啦，有当下是感觉。我感觉我今仔期末是真好，应该是一个好日子。尤其是看到遮甲我讲台语的小朋友，对无？我甲恁请教一下哦，拜一甲礼拜，你有特别介意倒一天无？拜五，拜五，是安那是拜五？因为就会当伫厝休困。伫厝休困。哦，就免这早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当然你介意倒一天？礼拜三。拜三？为什么？因为礼拜三我会当上半工课。啊，你看，伊搁较会满足，半工就好，半工我就足满足啊。我感觉哦，这点的拢足强的哦。而且听讲，咱这几位小朋友还有人演戏。哦，演戏的项目咧演戏。我叫摆去演过戏哦。啊，你拢演啥物角色？主角的细汉时阵。主角细汉的时阵，哦，因为你五官真水，鼻目喙足水的。多谢。啊，免客气，我足礼貌的啦，安尼。好，安尼今仔日你好好加油，把所有的金箍箍拢摕起来，好唔好？好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好康到相报，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恁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应金箍箍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来哦，我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是喙齿音 ，TS 是滋，TSH 是吃，滋就亲像熬早的早，若是加一个 H， 伊就是有加一个气音出来，就是吃，就亲像卖菜的炒，炸甲炒，这就是上大的差别。
啊，大家即马想看来哦，子，佮有啥物字？查某，查某。查某哎呀，真水，水。吃，菜龟，真水。菜龟， T.S. 之。吃对，这个动作是啥？这个什么动作？照，嘿，照，哎，对，照，哎，T.S.H. 菜的，猜到，对，哦，这样哦，这组厉害呢。这足厉害哦。哎呀，你看，其实我甲恁安尼先考验是为恁好，因为啥物吼，这题目内面凡说会出哦，吼，啊，甲记起来。好，安尼即摆要开始考验啊，加油，林大家。嘿，开始哦。红色较难啦，有就好，有就好，好，我的好，有就好。我的好，安怎念？野菜的野，野菜的野菜耶。大鱼，眼叶哦，水，野啊，你呀，眼，哦，对啦，娘老嘞，娘呀老嘞水，来。哦，唔好讲野菜啊，买，再买，啊，你嘛甲加油者，来哦。做，过去，嘿，你安尼嘛伤轻啊。嘿，安怎念？拿球的拿，能信是水啦，哦，来有个鸟气，鸟气，加好，哪些，哪色对，来，来，哦，加油，加油哦！来，加油者，加油哦！菜，这个菜，袂歹。轻轻啦，轻轻啦，就好。菜菜，菜对菜，硬菜，健菜，水对，麦菜，卖炒，头先才讲到对，加好。哎，我向袂记啊，哎，菜心，我去哦。讲机会，导游的导，到底好，得啊，对啊，加水，哎，等迪好，来继续。哎，够时间的哦。记得有就好，时间够有啊。毛海豹，泡米，不是吧？阿爸，巴拉的爸，你时间到，你叫阿伯，你叫阿伯，阿伯啊，乖。好，哎，我看起来敢钓真地地哦，咱来看卖到底钓几题，先来讲。哎呦，表现得真好哦，破下声过来吹一下吼。尤其是咱东岸佫出绝招呢，迄球要落去，紧开始，无啦，伊是为着咱节目方便进行，迄无落去嘛麻烦对无？那希望咱会当加讲一寡啦。你真正做大心的呢，无伊骹手嘛溜俩，真溜咧，就咩？迄咱拢无看到。咱来看卖啊，做伙复习者，好，包啊的包，啊佫有啥物字？转播。哦，还有啥物？头先你无机会讲到。巴豆，巴肚啊，真好，表现嘛是啊，吼。好，咱后一个看卖是导游的导，T 就是刀，刀的音，刀介济哦。得啊，刀啊，刀啊嘿，刀啊，刀啊是哦。东岸东啊，刀的音敢有？无打，无打打啊，无打，好打迄个打。好，来看后一题。哦，这恁食内行，咱一开始就教对不对？加一个气音出来的 TSH 的吃掠菜，俩菜，菜啊，真好。几项呢？火车，灰啊，车，是啊。对啦，车咱这定讲着。后一题，哦，硬就较困难。难嘞。硬可能无几字哦。硬，但是头先讲了才好，恁讲啥？咩啊，硬啊，咩啊，硬啊，哦，这个音哎，有一个歌的音啊，硬啊，咩啊，硬啊，对，当然头先是讲啥？
矮叶啊，矮叶的矮啊，东安，东安文噶，文啊，文啊，袂歹哦，差不多啊，今日的表现了真好啊。对，袂歹袂歹。哇，叫到1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加油加油！好，安尼随来进行后一关，好，准备接招，现在甲。看你安怎排，伫规定的时间内，各帮2名的人爱用平庸的方式沟通，再搁照顺序甲身上摆去正确的位置。爱会记哩哦，平庸的事千万唔通讲着顶面的字，若无恐惊会浪费恁的时间哦。伫咧耍游戏之前，我请问2位小朋友，你敢知影今年是啥物年？兔仔年，兔仔年，啊，毋过伫咧越南啊，迄个所在无兔仔年，叫做猫仔年。即马麻烦你哦，你有生锈，你敢会当互对面的人摇看卖？我的先生伊生甲白白，啊伊上爱食红菜头。啊，啥物？兔啊，嘿，对头啊。我这个先生伊真高走，哦，高走，啊，还有无？伊是咖啡色的。哦，咖啡色的，我摇出来啊咖啡色的，高，伊讲高啊，我知影，啊是讲其他你知影无？哎呦，什么？妹对不对？对，对哦，嘿，袂歹袂歹。高，甲我讲搞是足老白的啦。因为狗毛咖啡色啦。是啊，我感觉这组应该是有机会啊。有机会拢过。轻安尼听看卖啊，我要甲恁出个题目，就是12生肖对上头排到上尾。手法头两座尾有交加到底，应该拢知影吧？哎，他说写念经嘛。手法头两座尾有交加到底，嘿，冇问题啦吼。无问题。好，加油！现在噶，开始啊！你先甲因讲，恁这边第一个是。阮这边第一个伊是白色的，啊伊甲我的先生共款。白色的，咱恁这边的第一个讲互伊听。阮做餐，做餐安尼，你会当去做餐需要伊，餐的用的。哎，紧来，阮的第，阮要去。紧来哦，紧来。好，好，啊，你问看伊迄边上安尼一个，恁上后壁的是啥物？上后壁的，形容一个。伫树顶，伊伫树顶，伫咧树仔顶。啊伊是咖啡色的。嘿嘿嘿。树仔顶咖啡色，哦，你上我讲咖啡色。想看卖哦。咱上尾伊足够食的，啊伊肥肥，啊大家每一顿拢会食到伊。这摆倒。伊是第六，咱要排倒。第五，好来好，来紧排搬，紧来哦，无时间哦。啊，你甲因讲，恁第二个。咱第二个伊一条会伫天顶飞。一条会伫天顶飞。伊是一条的，第三个。哦，第三个。哦，因第三个，好，安尼咱要看第几？第四。第四嘛，啊，你无要形容一下咱的是啥物吗？咱的是啥？讲我听。哦，伊走足紧的，啊伊嘛是咖啡色的。好，安尼好，看第几？好食。好，看第四个吗？好，来。啊，恁小我确定一下哦，因第二个是啥？是白色的，啊伊上爱食红菜头。红菜头。啊，第三嘞？第第三。三是一条伊会伫天顶飞。好，煞。时间到。哦，时间到，你嘛拢足确定啊，因为恁算阁有留一寡时间，算排了真紧，啊，到底对毋对咧？现在个。哦，哈哈，顺序安尼排起来，牛安怎形容？西班牙有一种哦，西班传牙，统的活动，嘿，伊爱甲牛搭牛的活动，用死。阁有伊的重点嘛，安那？两支角啊，对无？嘿，刷来顺序是啥？头啊，头啊，我咧画伊的时阵，我会甲伊的耳啊画甲足大、足长的。啊，你有个足长的哦，对，真好讲，安尼点对，顺序对啊吼。对啊，再来，这啥？龙，龙，啊，佮通安怎讲？新秀。
新秀，新秀，天顶飞就敢若伊尔。嘿，啊，搁有一个5月节的时阵，飞哦，白白龙族，白龙飞什族，么船？目前安尼嘛是对的哦。好，过来看卖，这啥？伊有4支脚啊，四支人会当徛。啊，人会当徛。徛，哎呀，古早时代咱的交通的工具，其中一个交通工具。好，目前都是对的哦。再来，这是啥？狗，来，什么色？什么色？什么色？咖啡色，咖啡色。够无？啊，搁有孙悟空，孙悟空嘛是狗。孙悟空，孙悟空，对对对。哎呦，差不多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后一题。好来，什么色？什么色？什么色？应该不是。粉啊那色，哎，粉红仔色。像讲逐顿拢爱食的。你逐顿拢爱食猪肉是毋是？无，啊，就是定咧食。对。好，来看卖恁钓到几题。拢总钓到6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哎呦，2个金箍箍啊，上尾关哦，加油！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刷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咪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咱是伫咧耍游戏之前，阮2个小朋友特别准备一个舞蹈要互你看一下。啊，舞蹈，哦，安尼你准备好就开始。咱是伫咧耍游戏之前，阮2个小朋友特别准备一个舞蹈要互你看一下。啊，舞蹈，哦，安尼你准备好就开始。乌目睭靠背顺，实在水甲真招稳，树叶顶跳起落，青顶人学了。哦，食够济人咧。学咯，青笛啊，人学了。哦，青笛啊，就是绿秀妍。绿秀妍。啊，因呢，哈，就改合作小笛，算因的下个吉祥物就对啊。哈，对，哦，好，安尼既然拢跳煞，啊，就要来小可甲恁考验啊。好，请讲出相对应的代志，通啊做的代志。水会当做的代志，甲火会当做的代志。会当做烘肉啊，煮菜啊。好啊，差不多。水呢？啊水，现在个水水。啊水对。火，会小金纸，哎呦，真好哦。火，煮菜，好。水，啉水，啉水对。水，水，目药水，滴迄目药水啊。啊对。水，水安尼就当洗碗，洗碗好。哦，啊水，洗手，我要洗手啊。洗手好。火，煮饭有讲对无？无讲过。汤吧，烘肉哦对好。拄则是讲煮菜啦。水，香烧水，哎对好。香烧水，水，洗身躯，洗身啊躯。真好哦。火，拜拜，烧香拜拜。烧香拜拜，好。水，水，拍火，拍火哦，真好哦。水，泡茶，咋对？哦，这题有算。哎呦，真准哦。其实安尼讲起来，火敢若较少。啊，做玻璃拢爱伫咧用火啊，烘甲足高高温呢，好无？啊，水无温通啊，海水通冲涌啊，冲对毋对？啊，搁通饲鱼啊。是鱼啊。哦，袂歹，拢总钓到13题哦，通钓到半个金箍箍啊！来换位。好，换位。好，恁的题目就是讲出风的词甲雨的词，风台、落雨、雨水、风影。好，开始，赢那个雨。啊？雨。哦，落雨。落雨。风台，好。风俗。风俗。
好，啊好，风，四面风，四面风，好，好山，好线，风，风就多呢，我快要疯了，疯够啦，疯风时间到，疯有啥？风车，风火轮，风火轮，啊，拍风雷，好讲个有，雨雪啊，雨雪啦，雨衣，雨衣，雨满，雨棉，雨棉是，雨的雨较济啦。哦，好较济。啊，好啦，恁得了两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基本上，你用满分的这个气势，要来选这个宝藏，嗨，到底选得到未？来，饮来。哦，看恁这个表情，敢若真轻巧哦，敢若稳着的感觉吼。当然，你感觉宝藏伫倒位？我感觉保重伫梅花鹿遮。梅落遮。嘿，好，安尼手甲放起，轻轻啊放哦。啊袂哦，我讲车骑落再放下来，会使徛到我。大家做伙，大家做伙。行过来吼。第一个金箍箍，梅花鹿，请饲落。啊，我无伫梅花鹿，搁两届机会，无要紧。让我给机会就好。就好呀。好，轻轻啊好，轻轻啊。第二个金箍箍，就好。有个，就好是啥物色？咖啡色，还是咖啡色？咖啡色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啦，第二个金箍箍就好，请起来。哇！很奖！咱今日非常感谢就是咖啡色。系啊，咖啡色会当讲是你的幸运色。无唔对。哇！啊，因即摆摕到的是咱的趣味的倒椅。对，无唔对，这个倒伊就是要互你吼熟悉咱的台北。无唔对，这内底有国父纪念馆，还有台北车头，会当互你对。哦，足侪咱台北的一寡好耍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好耍的风景。哎呦，敢有算过？唔捌哦，这种佚佗物也唔捌。啊，你嘛是对中华来，可能台北无这些，就透过算这个游戏，好好甲台北熟悉一下。对，啊，加到后台，对。就后抓来到台。对，无唔对。中华哦，啊中华有啥物好耍要推荐互大家无？同阿你讲一个。去观音吃高雄肉丸。高雄嘛，我去玩宁夏。高雄。对安尼决定啊，连江重去好无？恁真正是。非常了不起，欢喜讲台语。